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他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他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他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美英。今仔日咱要来共读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第10章12节到22节。顶一段有讲到摩西为着以色列人祈祷了后，予以色列人会当重新回到上帝的约。既然得到上主的怜悯甲赦免，人应该爱如何来回应上主呢？第12节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要求，只有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听伊，全心全情服侍伊。第13节，遵守我今仔日所颁布上主的诫命甲规律，互恁读得着福气。这2节的重点是咧讲回应上帝同简单的基本的要求，就是爱敬畏上主，遵行伊的道，听伊，一心一意侍奉伊，遵守伊的诫命。安尼的要求其实是要叫以色列人得到福气。要安怎实行呢？以下有2点。第一，就是爱悔改甲顺服回应上帝的拣选。第14节，看咧，天甲至悬的天，地甲地面的万物，拢属上主恁的上帝。第15节，上主只有伊爱恁的列祖，听因，在万民中竞选因的后代，就是恁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第16节，所以恁着互恁的心行较礼，毋通阁硬心固执。伟大荣耀的上帝，
既然疼惜竞选伊的百姓，就要除去因内心的垃圾，爱悔改，去杀毋信的悖逆。第二，爱听出外人来荣耀上主的伟大。第17节，上主恁的上帝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，是至大宽能通行为的上帝。伊无看人的身份对待人，嘛无想贿赂。第18节，伊为着寡日而寡妇伸冤，搁疼出外人，互因食，互因穿。第19节，恁着疼出外人，因为恁嘛捌在埃及地做出外人。上帝要求咱对孤儿、寡妇甲出外人，抱着慷慨的心去疼因，这是爱上帝、侍奉上帝，同实际作为，也是从正确的信仰的态度，这就是咱的生活见证。第20节，恁着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服侍伊，忠诚跟对伊，互伊的名咒大。第21节，恁着称赞伊，伊是恁的上帝。恁捌亲目看到伊为着恁做大佮通行的事。第22节，恁的列祖落去埃及的时只有70人，现在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像天顶的星遐尼啊济。最后的经文20节到22节，搁一届甲咱吩咐，爱敬畏上主，侍奉上主，倚靠上主，尊崇上主，敬拜上主。以色列人还未做啥物以前，上帝就竞选因，为因做大事。人要安怎来回应伊的竞选甲疼痛呢？只有透过悔改甲顺服，以及疼痛厝边来见证咱甲上帝的关系。诗篇34篇第8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公义信实的主，求你赐我们良善的动机来服侍你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献给你，好让我们一心一意侍奉你，也更能诚心诚意地去爱弟兄姐妹们，来讨神的喜悦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要顾对你，是心要顾对你。
永远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痛分享。